最兴盛时期他们连厨房啊、大小房间合起来有99间啊，所以基本上应该可以在那个时候可以住300-400人。仿佛走进时光隧道，这里是新竹3级古迹刘家宅院，清朝时期兴建，看似3合院，其实是一前一后的双堂屋。你在前面看它很像3合院，可是你进到里面又发现它是一个4合院。传统客家农宅是整个大家族的避风港，护笼间的天井让各个住户保有隐私，建筑处处是学问。这屋体它是一层一层的高上去，给人感觉就是步步高升的感觉。正厅的建筑你看它中间是凹下去的，所以这主要是要聚气。双堂屋后头还有刘家专属的祖塔。每到清明，聚集上千人一块祭祖，相当壮观。像这个有没有？我们已经做了它8分，8分之后就摆着，等一下一冲就可以出了。焖就一般熟，这个是间接加热哈。逛完了客家宅院，当然别错过客家美食——刘家焖鸡。听到声音哈，撒过来。外皮酥脆，肉质滑嫩，原来是客家人招待友人的美味，但现在可成了观光客最爱的这一味。搭配老板招牌的焖笋和豆腐卷，更是令人回味无穷。我觉得它的皮很脆啊，然后肉汁很甜，然后它有用蒜头，然后有入味。从竹14线拜访双堂屋，转新埔115线，就可以先到九琼湖新埔罩门休闲农业观光区吃焖鸡。接下来挑选一条步道走走，或者是到农场体验生态。以生态著称的陈家农场，树叶翻开就可以看到蝴蝶幼虫。多达近30种凤蝶、斑蝶的品种，以及锹形虫和独角仙的富裕，都让农场很自豪。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客家擂茶和客家起拔，或是 DIY 小时候的铜腕，都是一趟开心的旅程。客家宅院里探访清朝先祖的智慧，刘家焖鸡中体验客家真诚的热情。临近步道的绿荫，独角仙的童趣，难忘新埔的感动时刻。